賣地價貴過房價，成交一個月狂飆38%，呢兩個信號同時出現，證明內地樓市嘅拐點已經出現。首先講深圳7月份二手盤數量大幅減咗5000套，由88000套減到去83000套，全部都係核心靚盤，業主集體封盤唔賣，點解？緊升咯！你諗下，關內嘅盤向來都係最搶手嘅資源，業主連放都唔放，即係全市最醒目嗰班投資者都達成咗共識，依家賣就笨啦，等政策出台先至係正路。上海方面7月份二手放盤一個月跌咗2.7%，但實時成交就狂飆咗38%。呢個對比仲唔明顯？放盤少，成交多，即係需求開始湧有，但供應喺度收縮。4月份出完政策到依家，藥力仲未過，市場自己已經熱到辣手。全國26個城市二手實時成交連續上升4個月，呢個唔係個別例子，而係全國回暖。對於上嗰幾年，邊有啲咁犀利嘅勢頭啊？再睇翻杭州拍地，7月7號，保利用咗46億搶咗塊地，喺蕭山錢江嘅核心地段，成交樓面價48000蚊一個平方，隔離新盤依家先係賣緊46000蚊一個平方，即係點啊？賣地價仲貴過樓價，加上3% 嘅土地增值稅，將來呢層樓起咗出嚟，唔賣翻10萬8萬都冇錢賺。你諗下，隔離樓盤先賣緊46000蚊，發展商夠膽咁樣搶地，唔係傻，而係佢知道劇本。歷史上喺中國每一次賣地價貴過樓價之後，1、2線城市樓價都會翻倍，每一次都係，今次都唔會例外，因為呢啲都係用真金白銀堆砌出嚟嘅預期。依家市場等緊乜嘢啊？上海外環限購令解封呢啲風聲已經吹到響晒啦，成交量上升，深圳、上海帶頭，全國26個城市跟住上。4月份嘅藥力開始減退，啱啱到咗換藥放大招嘅時候啦。相信8、9月政策一鬆，行情就會馬上起飛。深圳業主集體封盤，上海成交爆升，杭州發展商高價搶地，3個信號同時出現，歷史上每一次3個信號加跌，後面緊隨住都係一輪急升嘅。杭州依一塊地就係風向標，賣地貴過賣樓，呢啲信號擺到明就唔係俾你睇，係俾你搶嘅喂。